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翻到嚟一周黃金新聞。近來有啲咩新聞會影響黃金嘅價格呢？我哋一齊睇下。特朗普喺2026年1月16日嘅一場白宮簡報中，重申對格陵蘭嘅戰略興趣。特朗普更加有氣力咁講，如果歐盟就關於購買、租借或者建立永久軍事基地等等議題唔開啟談判嘅話咧，美國將考慮貿易壁壘或者凍結丹麥喺北約嘅某些特權。歐盟領導人就喺1月17號召開緊急會議，譴責為新殖民主義，並威脅反制裁。格陵蘭自治政府當局發聲明堅決拒絕。For us, ideas that would not respect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the Kingdom of Denmark and the right of self-determination of the Greenlandic people are, of course, totally unacceptable. 強調原住民嘅權利。喺1月18號，報道顯示美國海軍軍艦喺格陵蘭嘅東海岸附近徘徊，聲稱係例行嘅巡航。但丹麥派出軍艦回應，引發小規模嘅對峙。喺1月19號，特朗普透過 X 發文放大緊張，導致到全球傳媒關注。聯合國可能介入呼籲對話，但就冇實質嘅進展。事件可能加速咗北極圈嘅資源爭奪，造成全球嘅外交危機，直接影響到全球市場嘅不確定性。黃金作為避險資產通常受益嘅，但係亦都要留意返強美元有機會短期抑壓黃金嘅升勢，所以要有定心理準備，黃金價格至少有5至10% 嘅波動，大家要做好部署啦。最後記得 share 同埋 like 我哋嘅短片，仲有要 subscribe 埋我哋嘅 channel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資訊嘅話咧，記得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